ABN 呈現呢個信息，呼籲各國悔改，帶嚟希望，同埋透過佢活生生嘅話語，傳揚基督嘅真理。佢呢個充滿雜音嘅世界，永恆嘅福音依然清晰響起。悔改、相信、反轉頭去揾嗰位賜恩典同真理嘅救主。5位見證人，一個福音，5次悔改嘅呼召，唔係為咗恐懼，而係要你喺佢個名入邊得着豐盛生命。聽住我講，神嘅孩子，時間係老師，憐憫就係冇留低嘅果實。如果我哋只顧安逸，卻忽略寡婦同孤兒，就係用天上嘅財寶換喺地上嘅灰燼。幾代人嚟，我哋一直守護住呢片土地，但而家黑影籠罩住我哋，要喺尊嚴同生存之間作出選擇。喺呢啲考驗嘅時刻，記住你內心嘅力量，主佢就係神。細路，你係一個活生生嘅應許。對一個靠排斥着追求安全嘅世界，基督邀請我哋去接納弱小，保護無辜。憐憫唔係可有可無，憐憫就係門徒生命嘅心跳。如果我哋庇護細路，餵飽飢餓，俾3尺身嘅人着，我哋就係效法耶穌嘅服侍，將神嘅愛反映俾世界嘅。我從神聖嘅福音中深刻咁領悟到，佢行動嘅信心係完全冇生命力嘅。我哋被呼召去和好，彼此分擔重擔，與陌生人同難民一齊企，並且用愛去捍衛真理。等我哋嘅信仰帶領我哋由爭論走向跨世代嘅行動，一齊分享麵包、庇護同希望。喺呢個社區裏邊，信仰係每個家庭、每次聚會、每次祈禱嘅核心。仁慈、憐憫同正義，呢啲古老嘅話語喺我哋共同嘅人性中回響。興信源頭，讓祈禱喚醒我哋嘅良知，引導我哋修復破碎嘅一切，榮耀上帝嘅合一。呢個係一段漫長而艱辛嘅旅程，但係我哋終於到達咗呢度。我哋絕對唔可以令佢哋嘅苦難白費。佢哋嘅勇氣會照亮我哋前路。喺呢啲黑暗時刻，記住善良之光，施比受更有福。關心他人先會揾到力量。如果審判日嚟到，希望我哋可以勇敢面對，承認自己嘅過失，用明顯嘅憐憫去悔改。等待嘅時候已經結束，屬於我哋嘅時刻嚟嘅。條路雖然窄，但帶領我哋嘅基督係信實踐，讓教會成為指路明燈，忠於聖經，勇敢施予憐憫，無懼直面罪惡，回歸耶穌，重獲恩典，回歸真相。現家就係時候啦！回歸耶穌，重獲恩典，回歸真相。現家就係時候啦！喺 ABN 觀看更多聖經電影同埋直播節目，訪問abnset.com、abngive.com。